中大风台用柳下晡1点对台东太麻里登陆，强风大雨造成台东超过28000户停电，各地头有灭烧灾情。以色列特拉维夫军方总部外口有几落摆的退役兵因为空军去抗议，要求政府要随停战救人质。南韩将第一夫人金建熙牵涉炒股票、受人诬洗暂向羁押，是南韩历来头一届有前元首翁某当时去互抓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中度风台用柳下晡1点对台东太麻里登陆，下晡4点对台南7股出海。在一方面的台东美和向南靠14级的阵风，富冈15级强阵风。这强风大雨是造成台东超过28000户停电，金峰乡迄边阁有超过300户停水停电，某一寡徛家的厝顶遐无起。另外，在地上乡迄边是过一日的雨量就破300多毫米，秀国园溪下北里造成人家厝入水。台风杨柳已经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登陆台东太麻里地区，随后就是花东地区风雨最大的时候，包含美和、香兰都有达到14级阵风，也让各地传出灾情。杨柳风台风有到头，台九线海岸边大影一直降来。风台登陆前后，应悬一度超过6公尺，观光客拢走了，唔敢来。太麻里市区风雨又够大，阵风达到14级，就连建筑物也挡袂牢。就伫个路的有铁片车库，规个雨风掀起来，威力是真惊人。风雨也是愈来愈大，更加造成停电的灾情。因为我们是做生意啦，怕东西会坏掉啊。这边是算是灾区啊，每一次的那个台风一过境，就是交通就瘫了。当然都不方便啊，没有电啊，也不好睡觉啊。是不是很闷热？闷热。太麻里金峰乡主题区徛家内底拢黑暗暗，民众将照明的设备提出来勉强维持，小型商店也无法度来做生意。当地停水停电已经过几啊点钟啊，也无度恢复。因为我好久以前遇到这个台风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停电，然后我自己自备发电机。是不是有住户厝顶也未付的修理，赶紧用石头甲篷布砍掉咧？希望厝遐莫吹走。到下晡4点，要28049户停电。杨柳风台也带来惊人的雨势，地上乡一天累积雨量超过300多毫米，秀国园溪山下未赴发生倒流的情形。真侪所在即饮水管理徛家，后续清理恐惊爱几啊天的时间。杨柳风台威力真惊人，侵袭东台湾。先下晡4点已经伫台南市7股区附近出海，不过外围环流落雨，恐惊继续影响东部地区。记者综合报道。杨柳风台下晡4点对台南7股直塔出海，当地民众是早就已经有篷布盖厝顶。台南市长黄伟哲下晡是去视察青昆新甲青山渔港，总统赖清德是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掌握各县市的灾情。看过去，真侪民家的厝顶套上篷布，用尼龙索啊绑好条，也是风吹害。台南7股西寮里顶摆互台南市风台摧残，变做重灾区，真侪厝顶互风吹走，也袂知后复原，搁面临有柳风台的侵袭，关落恶梦搁发生。有讲15号换政府接手啊，看伊安。位伫7股顶山里，监管也会当感受到风势真强，整个厝也落伫路面。当地居民加强固定厝顶的篷布，有民众烦恼出现严重灾害，激动流目屎。会惊袂啊？真袂惊，我哋烦恼啊！杨柳风台带来强风大雨，造成台南山区的树啊倒去地塘、高压电线，民众徛家停电也是爱准备风台，台电人员协调了后，透风南雨抢修。希望那个台电的工作人员工作的时候小心，对啊，我们会在这边慢慢等候的。你嘛是爱用啊，无住好嘛，拢无电啊。国军是动员兵力救灾，除了协助沙包整备，也撤离盐田里的579人。随风雨增强，外界烦恼，青昆省青山渔港若出现海水倒灌，恐惊规海砖头。但市长黄伟哲下昼去现场，确保抽水站正常运作。我们特别再加高了60公分的这个堤防，不过因为要方便渔民进出，所以这边就用那个太空包来先做随时的处理。
总统热情就是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甲各县市通话连线，将灾害进度也对外界误解以拒绝国军协助救灾的代志做出澄清。被误会以为，我拒绝国军投入救灾，我在这边特别说明，那其实国军几十年来，通通都是如此，除了保家卫国，有发生天然灾害，那国军也都义不容辞站在第一线，帮助受灾的民众。下昼4点左右，杨柳洪台为台南七股附近出海，后手的救灾作业袂当停，罗总统也要求各部会注意电水、通讯等民生需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后礼拜六8月23有2项议题要投票，其中一项是有7位立委面临罢免。今日早起，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甲罗明才罢免说明会举行，不过因2个人是拢无到场。公民团体就批评这江启臣开8粒票，一直咧延前地方的建设。推动建设。8二3第2波罢免，台中第8选区罢免说明会伫13举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面对罢免的挑战，却临时无出席，引起公民团体不满。针对江启臣提出的3大成绩：丰原国民运动中心、国道4号丰原潭子段、国道4号丰原东四段。罢免团体批评江启臣若开出8粒票，搁牵着地方的建设。因为这是一条可以保护家人，也可以救命救急的道路。可是这个愿望，我们已经等了超过25年都没有实现。你挂在嘴上的3大政绩，事实上都是你在你任内龟速推进的建设。廖志炎表示讲，江启臣的选区丰原山城是全台中唯一人口减少的选区，也批评江启臣无坚持台湾的主体，选择我向中国。风雨无阻，这跟台商的精神一样啊！台商一路在海外打拼其实这是我们国力的延伸。无出席说明会，江启臣早起分别接见布鲁肯斯研究所的访问团，甲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江启臣伫面册讲尊重罢免的权利，不过绝对无同意变作是政治工具的大罢免。台湾内部天灾升腾，外口有关税谈判，伊选择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拍拼。经唱明3次，未上台说明答辩理由。新北第11选区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同款面对罢免的考验，因为财委会考察行程无参加说明会。公民团体讲，伊伫立法院推动两岸和平协议，恐吓台湾人。你说你是为了和平，所以才在立法院里面推动两岸和平协议，你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破坏台海和平的中共。吴碧桂批评罗明才家庭背景，讲伊的老爸罗福祖是经济犯，走路去中国。不过罗明才拢无抗议转来台湾投案，强调新店袂使搁互乌道支配，呼吁民众8二3投下同意罢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8月23投票的另外一项议题是核三厂丁胖的公道案，今仔日冒举行说明会。支持丁胖的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是批评政府的能源政策错误，害人民都爱承受代价。也若是反统的代表吴阿钦是质疑黄国昌核能的立场反其反倒，嘛有提出核废料甲核三厂起伫咧断层顶头的安全问题。核三中客公道第4场说明会，正方代表是公道案发起人，身兼民众党主席、党团总召黄国昌，反方是国民代表吴阿钦。黄国昌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互人民付出代价，承认家己2018年也因为反核，暗过伫国际措施之下，认为爱不是面对台湾需要一座核电厂。民进党不该继续采取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进口，台湾的能源供给根本毫无韧性可言。新维修操作，20岁吴阿钦时表示，体认到核能风险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生活，向黄国昌提出核废料安怎处理，甲核三厂伫断层带要如何解决的疑问。你们提案要在确认无安全疑虑的情况下重启核三，这里所谓的无安全疑虑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要如何做到？民众党在去年总统选举时提出的能源配比中，规划了2030年核能要占到10%。那就算今天核三重启，最多也只能供应3%至5%的电力，是打算要重启位于新北早已除役的核1、2厂吗？
英国枪引用台电的广泛反响，核医核二厂已经无延役的可能。佮批评民进党政府用核战条棒抗三两刀来恐吓人民，暗过无公开说明。目前已向相关科技解封，已经一摆质疑英国枪对核能立场改变，强调核电的使用关系社会正义，呼吁民众爱谨慎思考，各伫823登记出门投票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因为牵涉炒股票、插手选举受人诬陷，目前去互关押。目前因两个翁仔某拢去互关押条例，这也是南韩的政治历史上头一回出现前元首翁仔某同时互关起来事件。金建熙伫首尔南部看守所正式封羁押。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伊是伫12日出庭经过4点挂钟受审了后，互检方以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甲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向法院申请逮捕核准金建熙否认所有指控。这是南韩宪政史上头一摆出现前总统翁某同时封抓受押情况。两人分别羁押伫无共的看守所。前总统尹锡悦7月70涉嫌内乱叛国案，被羁押伫首尔看守所。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金建熙互关伫一间大约2至3平的单人房。韩联社报道，这间老房配备会当放物件、橱仔、会当凹的防盗电视机马桶等，或是甲方收押其他人共款。法院核准逮捕令的理由是，烦恼伊可能掩蔽证据。6月李在明当选总统了后，成立特检组，佮对金建熙涉嫌16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13核准的逮捕令只包括其中的3项罪名，这3项指控分别甲 对一级汽车公司估价操纵案，借出谋取利益超过8亿韩票，相当大票1730万；政治中人改选案，根据国民联络党国会议员选举提名，受统一教明白包甲破连，关系统一教伫柬埔寨的开发事业。公司新闻有连编译。 美国总统 Trump 甲罗西亚总统普京15日伫美国阿拉斯加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争停战。 这阵会谈进前，罗西亚说是公布影片，讲伊已经占领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城镇，或者乌克兰迄边是真生气。原来是美国白宫是讲，这回会谈 Trump 是干那会听，未随有一个停火协议。 一看到无人机，罗西亚士兵赶紧举国旗，并且伫相关的所在插旗。罗西亚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罗西亚军队已经占领乌克兰重要前线亚布罗夫卡村庄，并且将乌托团城镇多布罗皮利亚前进。这拢是罗西亚想要夺取整个顿内茨克州的行动之一，确实遭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否认，并且表示乌克兰军队一定该因全部来消灭。 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廷即要伫美国阿拉斯加会晤，讨论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亚纳会面的所在已经公布，要选伫安克拉治阿尔曼多夫空军基地。有媒体报道，普廷进前就甲川普讲，伊希望乌克兰会使交出顿内茨克其他也无互罗西亚控制所有地区。不过白宫方面讲，川普会先听为主，未随有外界希望的停火协议。Plan to meet with Putin one-on-one. Yes, that's part of the plan. Perhaps there are plans in the future to travel to Russia, and on Friday, the president will be meeting with th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Alaska, as you know. 川普甲普廷即要会面，欧洲各国除了强调任何协议拢必须乌克兰甲欧洲国家的参与以外，也烦恼美国甲罗西亚两国领袖伫乌克兰无参加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互乌克兰感觉真大压力，做出不可接受的让步，甚至被要求割让大片领土。 所以，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召开紧急的视讯会议，要来参详下一步的行动。另外，有专家分析，这是川普会任了后，普廷10年来头一摆踏上美国领土。阿拉斯加除了是美国北极的门户，也捌隶属罗西亚帝国。双方亚历山大二世因为国库拢无钱有是该卖互美国。另外，伫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也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对普廷发出逮捕令。 不过，美国毋是缔约国，未掠普廷，才有即摆峰会。He has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Vladimir Putin. Then U.S.-Russia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are good. But when you're one of the world's hard men like Vladimir Putin,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emotion. This is a matter of cold calculation. 川普甲记者讲，伫峰会开始2分钟了后，伊就说是知影讲，罗西亚甲俄罗斯是毋是有停火协议？因为伊真牛的工作就是说交易。不过，有专家分析，川普伫各国冲突拢插一脚，真爱做调停的人，目的是互各国拢会使主动提名，可以因此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公视新闻新闻批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定讲，这联准会主席鲍尔降利息的速度上过慢，两个人的关系是哪来哪歹。即阵 Trump 佫要求鲍尔要爱随降利息，佫批评人是失败者，甚至伊佫讲，这联准会总部的工程经费伤过超过，要甲鲍尔告。美国总统川普12日社群媒体发文，先考测美国前财长梅鲁钦当初送回一份大礼，推荐鲍尔这个失败者出来做联准会主席。文中川普也佫要求鲍尔马上降利息，强调好佳在美国经济状况真好，才袂互鲍尔害惨。最后，川普伫文中表示，咧考虑对鲍尔因为联准会总部的还手经费严重超支提起诉讼。白宫发言人12日也证实这项消息。The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suing the Fed chair over this renovation.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is saying. At this moment in time, the president is considering a lawsuit against the Fed, and I will leave it to him to comment further on it. 川普指出，联准会总部的状况工程原本预算是5000万美金，不过最后煞开30亿美金，批评鲍尔管理无能。今年7月底，川普报告状况当中的联准会来损失，迄时阵就对预算超支表示质疑。互记者问到相关的问题，川普的回答也真直接。Real estate developer, what would you do with a project manager who would be over budget? Generally speaking, what would I do? I'd fire him. Do you think this issue is 开除联准会主席爱由参议院动议的联准会理事会成员来执行，而且还有正当理由。那总统坚持要开除，最后可能由美国最高法院解释。鲍尔任期到2026年5月，川普捌真侪摆讲要开除鲍尔，不过最后承诺会互伊做完任期，不过也表示无排除会提早宣布继任的竞选。公视新闻警员庆评译。印尼泡面俗佮方便，本地就已经真受欢迎。即阵美国的麦仔出口去印尼，唔免互扣关税，业界就预估这印尼泡面的成本降低，以后就会哪来哪俗。雅加达街头这间泡面摊，员工无用咧甲一包搁一包的泡面上架，头家是卡少一麦粒，咧煮面搁含一寡青菜，无偌久，韩国五的打泡面就上桌。Ramai bisa 3 sampai 4 ya kalau lagi ini ya 2,5. 印尼泡面口味真侪种，也当做炒面，因为俗佮大碗又佮好食，正做真侪城市的劳工要食好饱的好选择。有真侪人是逐工拢咧食，这位家庭主妇即马也咧煮泡面，要解决伊甲因后生的冲突。Kurang lebih 20 lebih lah. Kalau dari dalam waktu sebulan itu kurang lebih 20 bungkus, kurang lebihnya. Tapi bisa lebih itu, tapi bisa lebih karena kadang-kadang soalnya 2 hari sekali suamiku pribadi masaknya nggak cukup 1, karena sekali masak itu bisa 2. 印尼泡面毋但伫国内真清，伫国际市场也真受欢迎。目前印尼上大的泡面牌子英德面，伫亚洲的销量是干那输日本出名日清泡面。业界按算美国进口麦仔降做零关税了后，泡面的成本也会对咧降低。dengan biaya input tadi ya gandumnya jauh lebih murah, tepung dan gandumnya lebih murah. Harapannya adalah industri juga tertolong gitu ya. Apalagi kalau kita melihat bahwa industri makanan minuman pada hari ini masih belum kembali lagi seperti masa pandemi di mana pertumbuhannya double digit sebelum masa pandemi. 专家分析指出，印尼原底是主要向澳洲进口麦仔，但是甲美国达成关税协议，向美国全面开放市场了后，若向澳洲甲乌克兰进口麦仔依然爱扣税，美国的麦仔会更较有竞争力。泡面业者也可能有机会因为安尼受益，除了泡面的计销会变少，也会鼓舞业者进一步开发更较侪口味，这也互消费者真期待。国际新闻张慧敏编译。巴拿马的国宝级周级黄金蛙已经强要断种啊！全世界野生的剩无50只。为着要保育黄金蛙，当局是该制定纪念日举办活动，宣导保育的观念。即阵这人讲市的全世界已经有要挖1000只。金黄色外表，较侧边有乌色斑点，巴拿马金蚕蛤仔要爬到树叶另外一边，这是饲伫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内底5只金蚕蛤仔。尽管叫做黄金蚕蛤仔，却是类属长翅类，是巴拿马上有代表性的国宝级生物。不过近年来，受到一种会寄生伫黄金蚕蛤仔皮肤的霉菌、乌菌病威胁，互伊强要绝种咯。细只黄金蚕蛤仔体型上长只有5-6公分，不过毋通看伊细只。生长伫野外黄金蚕蛤仔，伊皮肤的分泌物受带有真毒的毒性。这一只遮尔细只，就说毒死1200只的鸟鼠。
受到乌菌病影响，加上森林乱草，造成丧失栖息地、非法的宠物贸易，也佫有水甲空气污染加重的因素，互巴拿马黄金产蛤仔互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极度面临灭绝的物种。这种全球野生的黄金产蛤仔恐惊无到50只。所以，巴拿马政府开始用人工的养殖进行复育，同时甲每年8月14定做黄金产蛤仔日，正做巴拿马的固定假日，并且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宣导保育黄金产蛤仔的观念。另外，也有相关计划，互全球动物园甲机构加入探星黄金产蛤仔行列。政府已经甲巴拿马黄金产蛤仔探星增加到1000只，分散伫美国甲加拿大50多间机构去饲。巴拿马培育黄金产蛤仔，地理也伫咧研究，即要绝种的大尼门产蛤仔。Plan Recoge busca proteger bosque nativo, implementar acciones para mejorar el estado del bosque nativo o, por ejemplo, trabajar con propietarios privados para que en sus tierras puedan proteger el hábitat de las ranitas de Darwin. 大尼门产蛤仔体长大约3公分，一般栖息伫智利南部甲阿根廷的森林内底。淹过森林的火灾、气候变迁、入侵物种，也佫有为着真菌甲土地城市化，互大尼门产蛤仔快速灭绝。全智利境内敢若剩大约62只。NGO 组织希望经由保育行动，提高民众珍惜特别物种的意识。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新北市立图书馆自7月至10月举办台语并乐会活动，淡水分馆甲剧团金鸡演社合作规划台语活动，或者大人囡仔拢会当来参加，而且佫要借因表演的专长，甲民众用台语讲故事，培养讲故事的技巧。公司甲民众唱这条《淡水模式》，是1957年的台语歌，代表写淡水的黄昏景致，是叶俊麟作词，洪一峰谱曲。公司希望互民众对歌词内底的淡水、渡船头、涵港等等等去联想家己的生活经验。民众学唱歌的地点就伫咧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淡水分馆，由剧团金鸡演社规划一系列的台语活动，互大人囡仔来参加。咱是敢若会念得出歌尔，毋知什么意义啊！即马伊有解说，佫有迄落慢慢解说，佫迄落表演互你看，你就感觉佫较有迄落印象。了解台语，以及台语背后的伊所讲的文化，也是讲艺术啊，是讲人文的代志啊，我感觉这是相结合的啦。淡水分馆表示，为着要响应新北市立图书馆台语辩论会来推广台语，分馆就金鸡演社用淡水的生活剧场的主题来规划课程。除了唱台语歌，也有听故事和画山图等等，要互大人囡仔惯习伫生活环境听台语讲台语。嘛，希望图书馆这个空间会当正做文化点睛的头吧。金枝演社的老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表演跟教学的经验，那就希望透过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就参加的小朋友能够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去学习、去熟悉台语。淡水分馆表示，即届请剧团来斗相共，嘛是要借因表演的专长，带在地的民众做伙用台语学讲故事的技巧，互囡仔听。所以10月有特别针对大人开课，希望会当培养出讲故事的技巧，互台语活动有进一步的效益和正面的循环，和民众做伙为发展台语出一份力。记者卢昌珠、郑准由台北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